各位街坊，大家好啊！今期咧粉絲福利嚟啦！如果你考慮過嚟大灣區置業嘅，或者係買樓嘅，呢條影片咧一定要睇晒啦！睇完之後咧，絕對可以幫你慳翻一個首期出嚟啊！我諗我呢條影片出街之後咧，肯定會得罪唔少同行噶啦。但係唔緊要，只要係俾得到大家福利，得罪同行咧都要講噶啦。嗱，今日我要講嘅主題咧，就係中山而家賣得比較火爆嘅樓盤嘅一啲優點、缺點，同埋最主要嘅咧係各大樓盤嘅一啲佣金有幾多嚇，通通話晒俾大家知啊！而且俾到大家嘅福利咧，就係佣金咧同各位街坊對半開啊！比如一個樓盤佣金有10萬蚊嘅，你揾我買樓，我攞咧5萬蚊啊，剩低嘅一半5萬蚊咧，直接返翻俾你啊！絕對係粉絲福利嚇，絕對咧係得罪同行嘅行為。我相信咧冇人會同錢作對㗎，係咪先？慳幾皮嘢喎，咁着數嘅嘢點可以錯過啊？買樓咧記得揾我，上邊咧有我嘅聯繫方式。好啦，我哋馬上開始，大家俾翻個 like 先，繼續睇落去，睇下有冇你想要買嘅樓盤嚇。第一個錦繡國際花城啊，中山連續3年銷售冠軍嘅樓盤，網簽最多。最受香港人喜愛嘅樓盤之一啊，位置咧係屬於坦洲嘅北部片區啊。咁我哋先講優點。優點一，錦繡國際花城咧係中山整個南部嚟講咧係最大規模嘅一個樓盤啦。總建築面積咧超200萬個平方啊，係有住宅、商業街、酒店、別墅去組成嘅一個大型社區。千畝湖景樓盤，舒適度咧非常之高啊！優點二，生活配套咧比較豐富，有中小學校啦，環湖商業街啦，星級酒店啦，大型超市啦，各式嘅餐廳、日店、美食一條街、市場等等一應俱全啊！樓下咧就可以滿足到你嘅所有嘅生活所需噶啦。優點三，交通便利，樓下就有巴士站咧，可以去到中山、珠海大部分嘅地方啦。仲有咧直通巴士翻到香港太子荃灣嘅，去到珠海嘅市區咧都係20分鐘嘅車程啫，去到關口都係30分鐘嘅路程，非常之方便啊！優點四，價錢咧係比較平嘅，戶型咧而且係比較實用啊，89個平方咧可以做到3房2廳2衛總價咧90零萬。5萬蚊首期就可以上車啦，月供嘅話都係3000零蚊嘅啫，帶埋精裝修，送埋全屋嘅家私家電俾你，真正咧係做到拎包入住啊！好啦，優點就講完啦，我哋再嚟睇下咧佢嘅缺點嚇，睇下咧你可唔可以接受先缺點咧，位置咧係屬於坦洲嘅北部比較偏僻。目前咧在售嘅係期樓交樓時間咧需要到明年而且咧樓盤咧比較大戶數咧就比較多啦，以後嘅二手流通性咧會比較差仲有咧就係小區嘅物業咧一般般電動車咧可以直接入到小區入邊有安全嘅隱患個人建議買嚟養老咧，退休自住度假咧可以入手，投資咧就唔建議啦。OK， 咁呢個樓盤咧目前嘅佣金咧大約咧喺10萬蚊左右如果你都可以接受我以上所講嘅一啲缺點咧可以直接聯繫我買返一半現金5萬蚊俾到你直接咧係幫你慳翻一個首期出嚟好啦，第二個華發娟山水亦都係最多香港人買嘅一個樓盤，佔比咧90%都係香港街坊咁佢嘅優點咧就係華發集團開發屬於大型嘅一個小區有商業街、住宅、別墅去組成嘅，主要價錢咧夠平，6000零蚊咧帶埋精裝修，總價55萬咧就可以買到3房啦小區環境咧比較好，樓下咧仲有直通巴士咧翻到香港太子荃灣咁佢嘅缺點就係項目咧位於三鄉鎮嘅邊緣板塊比較偏僻周邊咧冇咩配套，行大型嘅商場或者去嗰啲三甲醫院咧都要揸車20分鐘去到坦洲或者係市區咁個人建議咧呢個樓盤退休自住度假係可以嘅，環境咧係唔錯嘅，投資咧就唔建議啦包蝕㗎。咁呢個樓盤嘅佣金咧目前咧係得返45000蚊嘅啫接受以上嘅缺點咧可以 call 我佣金同你對半開第三個華人人行公園四季中山市區樓盤位於咧西區中旅彩虹片區嘅項目咧係有華人咧同埋人行兩個巨型嘅開發商同時開發建設嘅
咁佢嘅優點咧就係央企物業啦，質量有保證，核心地段生活咧無憂屬於西區核心居住片區周邊嘅配套成熟，樓下咧就係彩虹匯商業街、美食街，10分鐘咧就可以去到大型商圈天悅城、富華道、興中廣場、大新、利和、富逸城星河 Coco City 等等馬路對面咧就係三甲醫院啦，西區嘅中醫院附近咧仲有幾個大型嘅公園可以提供俾你去休閒散步嘅。交通咧亦都係十分之方便步行咧可以去到永東巴士站啦，直達香港各個地方一日咧10幾班次來回價錢方面咧會稍為咧貴少少，賣緊嘅咧係12000到13000一平方，大精裝畢竟咧係市區咁嘅配套，我只可以講一分錢一分貨咁呢個樓盤嘅唯一缺點咧，就係隔離咧有一條深茂高鐵咧會經過以後咧會有少少嘅噪音影響咁個人建議咧，接受得樓價錢嘅呢個樓盤退休自住養老咧都係非常之合適嘅。咁樓盤目前嘅佣金咧大約咧喺8萬蚊左右睇啱可以聯繫我，粉絲福利回一半4萬蚊俾到你第四個，觀嶺位於火炬嘅開發區，東區嘅交界位置樓盤咧就唔算大嘅，佔地面積咧約3.7萬平方米建築面積咧約10萬平方總戶數嘅話572戶優點咧稀缺性嘅無敵高爾夫景觀主要嘅賣點咧都係呢一點啦。陽台咧可以望到一望無際嘅高爾夫球場非常之舒服。呢個位置咧亦都係屬於中山嘅富人區板塊步行咧5分鐘就可以去到海欣嘅商業街，生活配套齊全。生活超市1+1日常嘅茶餐廳、茶飲店、便利店全部都已經滿足晒而且揸車10分鐘咧就可以去到星河 Coco City、富逸城呢啲大型嘅商圈仲有咧就係樓盤咧自帶會所，擁有咧雙泳池、網球場、室內嘅籃球場、瑜伽區、兒童遊樂區、全民健身房等等交通方面咧亦都非常之便利隔離咧就有個博覽中心，無論你去香港定係澳門或者係珠三角任何一個地方都係非常之方便全部咧都有直通巴士咧可以到達噶啦樓盤咧現樓現正出售唔使擔心咧爛尾嘅風險在售面積咧89平方3房到120平方嘅4房咧都有嘅價格咧賣緊11000左右一平方揾我買樓咧仲可以平啲咁呢個樓盤嘅缺點咧就係靠近南外環路啦，會有噪音嘅影響而且咧樓盤咧係比較細，半山而建，唔係特別之熱鬧比較清靜少少。其實咧呢啲你話佢係缺點又得優點又得，睇個人喜歡。有啲人咧比較清靜咧，咁佢就係優點啦。好啦，目前樓盤嘅佣金咧喺10萬蚊左右睇面積粉絲福利都係返一半俾到你第5個，中山坦洲嘅豪宅佳景康城被稱為咧中山版嘅湯臣一品，開發商咧投巨資打造嘅一個樓盤就一個小區園林咧就投資咗1200萬去打造坦洲嘅富人區樓盤最後華嘅樓盤，我哋睇睇佢有咩優缺點先佣金又係幾多？首先講優點第一咧就係佢個位置咧非常之好位於咧中山嘅南部片區，同珠海前山咧真正咧係隔一條馬路㗎咋賣中山嘅價錢可以享受咧珠海市區嘅配套6到10分鐘咧就可以去到珠海嘅明珠輕軌站啦，包括可以去到碧樂城、山姆超市等等第二點，外牆嘅設計咧亦都係非常之高端按照豪宅嘅標準去打造嘅你如果開車經過坦洲遠遠見到咧，一眼就可以睇到呢一個係一個豪宅樓盤嚟㗎啦。而且咧室內個裝修標準咧亦都係非常之高㗎全部咧都係進口嘅大品牌嚟嘅。第3點就係屋苑嘅規劃同埋配套齊全項目咧自帶7000平方米嘅會所同埋泳池，有中小學校啦，仲有咧8萬平方嘅大型商業綜合體，樓下亦都有一個咧10萬平方米嘅商業街超市、便利店、藥房、餐廳、麥當勞等等一應俱全第4點就係交通啦，樓下設有多條專線巴士咧，可以去到珠海市區各個地方仲有埋咧港澳直通巴士可以去到太子荃灣啦，包括可以去到普京啦呢啲地方嘅。咁呢個樓盤嘅缺點咧就係交樓時間比較長啦，
要去到咧2026年嘅10月份，即係要去到明年嘅10月份啦。仲有咧就係樓盤咧嘅密度咧比較高，有部分樓棟佢嘅景觀咧一般般嚇。咁呢個樓盤在售嘅面積咧係89平方3房至到144平方嘅5房咧都係有賣緊嘅。均價咧係賣緊咧16000蚊一平方嚇。咁目前樓盤嘅佣金咧係10萬蚊起嚇。睇你買幾大面積。如果想了解佣金詳細嘅，可以 WhatsApp 聯繫我啊。好啦，最後一個樓盤，我首先喺度講明下，唔建議大家買㗎呢個樓盤，就係中山嘅跳水冠軍錦繡海灣城啦。我上一條片咧都有講到呢個樓盤嘅，如果你未睇過嘅，可以先去睇睇先。如果睇完都係覺得冇咩所謂嘅，咁就直接揾我買啦，我幫你慳翻幾皮嘢嚇。咁呢個樓盤嘅佣金咧非常之豐富100萬嘅樓有15萬嘅佣金。而家大家知道未？呢個樓盤點解咁好賣？冇錯，就係因為咧佣金高啦。但係都係嗰句呢個樓盤咧唔建議買。但係咧如果你真係中意呢個樓盤嘅，你揾我買，直接可以幫你慳翻一個首期啊。好啦，由於時間問題咧，我就唔一個個講啦。咁以上呢幾個樓盤咧，就係目前咧中山賣得比較火爆嘅樓盤啦。優缺點同你講清講楚，主要咧係連佣金咧都話埋俾大家知真正咧係做到粉絲福利你揾我買樓成交嘅所有樓盤都係一樣返現一半咧俾到你當然唔止以上講到嘅呢幾個樓盤先有中山、珠海任何樓盤只要係喺市場上賣緊嘅我哋咧都可以做到返現俾你你想了解中山、珠海任何樓盤嘅優缺點同埋佣金嘅，都可以 WhatsApp 聯繫我將樓盤嘅名稱咧發俾我，我會將所有嘢同你講清楚包括咧佣金咧有幾多唔單止係你自己買先有只要你揾到我介紹朋友買，我都一樣咧返翻一半俾到你好啦，今期嘅粉絲福利咧就到呢一度啦。如果大家有打算過嚟大灣區置業嘅記得揾我傾睇樓啦我直接咧幫你慳翻幾皮嘢同行咧絕對咧係冇呢啲咁嘅福利嘅。咁大家覺得係有幫助嘅，喺評論區咧留言福利兩個字最後咧記得俾翻個 like 咧，同埋訂閱翻我個頻道。我哋下一期嘅福利咧會更加之多我哋下一期見啦，拜拜。